打个麻将，不是这个媳妇是叫吃饭的，就是那个有事的。我有一次打过瘾的，反正能气死。咦，这啥呀？这肯定是七情又乱花儿钱没的意思。一天知不道挣钱，光知道花钱，看看挣两钱够你活活不？真是个败家子儿。咦，好像没人，想把这更远哪去？我走小路，看看谁能看上我。妈呀！王姨，你干啥去？你回来穿啥？哦，这衣服是我刚才接到的。我跟你解释做啥？你这事多人，赶紧走你啥？哎，王姨这是咋了？这奇奇怪怪的。哎，琪琪，你俩弄啥去了？哦，龙嫂，我两个刚从会上过来，你干活了啊？哎，琪琪，我这刚看你二姐，你鬼鬼祟祟的朝屋边走了，不知道弄啥去了。哎，妈，放着大路不走，走点小路做啥呀？有什么？我现在也就是觉得你二姐就怪得很，我就先回呀。